这段时间是梅雨期，这个雨量是相当的充足。位于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的天芬国瀑布，这个水墙，这嘛是真壮观哦。徛点下游甲望起哩，呈现千军万马的气势。这个富贵才有的世界级的美景，吸引真侪摄影迷去翕相。 水量冲排，溪水为水墙顶冲落来，艺术是万马奔腾迄一般，真壮观。这是伫阿里山凤山村的天芬国水墙，5月份到即马，阿里山道总共超过1800米的雨量，造就这个限定版的美景。一般肉眼是由下往上看，但是空拍机的画面就是由上往下的话，可以欣赏另一种瀑布的美。天云谷它真的是很世外桃源。 天芬国这个新景点，水墙是伫山壁顶，艺术是分布挂伫山顶同款，这个水位顶面冲落来真震撼。其实凤山村大大小小水墙有30外个，除了天芬国水墙，高粱水墙嘛是这个出名的景点。哦，蛮美的，整个山谷至少有3、4个瀑布以上。民众若想要去欣赏这个限定版真水水墙的景色，买设置回山区下落石头，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